烏克蘭過去3日第4次襲擊俄羅斯國內嘅主要煉油設施。另外喺敖德薩地區行駛嘅烏克蘭火車被俄軍嘅無人機擊中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表示，希望美國提供更多嘅防空武器。梁超明嘅報導。手機片段遠觀俄羅斯境內呢座煉油廠正噴出濃煙。位於西伯利亞西部烏法市呢間煉油廠離烏俄邊境1300公里。烏軍再次成功遙距擊中俄國主要煉油設施。不過俄軍亦發動空襲，響敖德薩一列火車被俄軍無人機擊中，司機同一名列車助理喪生，幸好車上340名乘客無恙。I have 1%. This is in what I live each day. From 1% to 5%, I have some months and million phone calls and anything else. What can I do? I do some things which I can't even share.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，正用盡方法尋求美國提供更多防空導彈，話佢哋只要取得美國庫存半成，就可以度過呢個冬天，取得1成可全面攔截所有俄軍飛彈。雖然俄軍嘅彈道導彈對烏克蘭造成威脅，但烏克蘭喺遠距離無人機襲擊方面有優勢。尋日佢哋先成功攻擊新羅西斯克俄國最大出口谷倉，若非美國副總統曼斯要求，可能連煉油設施都炸埋。